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咱即马要搁来介绍是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咱首先要来介绍的即字念做病病病，嘛会使读做边边边，它是绷紧拉紧的意思。咱譬如讲，你若搁互我抓着皮的变较暗的，就是你要是再被我抓到，皮就绷紧一点另外，它还有紧绷的感觉。咱比如讲，一领衫料不好，穿起来平平就是这件衣服料子不好，穿起来有点紧好，咱个过来要来介绍，这里叫做钉钉钉或者念成钉钉钉就是用拇指以其余的手指夹住，咱譬如讲，甲鼻仔钉呢就是把鼻子捏着。另外，它还有挤压的意思，或者是掐的意思。咱譬如讲，钉棍就是掐住脖子另外还有一个是紧握的意思，咱譬如讲，钉咧惊死，放开惊飞这是握紧怕死掉，放开怕飞掉，比喻进退维谷的意思好，搁下面这里读做拨是塞摇动或者是抖动的意思。咱譬如讲，拨米就是塞米，或者是拨虾米就是塞虾米的意思好，咱个过来这里读做胎，它是用筛子过滤东西。咱比如讲胎切就是筛选稻谷，胎米就筛选稻米另外，它还有用来去戏取力的逐字言行多孔道具譬如讲逼胎就是筛米用的筛子好，这个过来这里叫做搬是拍打或是弹咱譬如讲搬米酒皮就是拍打棉被使上面的尘土掉落，或说搬嘞就是拍一拍另外它还有驱赶蚊虫的意思。咱比如讲搬是赶蚊子好，感谢各位。